求。追不来的星星马西拉米去到了拯救，路易波找了拯救。找找
好的，我们谢谢。
上上上上！
好的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舞台的右侧、左侧还有一个小迷妹没有献哈达的，要不要献一下？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刚才有这么多朋友上台献了哈达，是对于我们这首歌曲的热爱。
朋友们，大家觉得好听吗？好听的歌曲，在稍后呢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。此时，我们将会有请贡布唐村文艺队继续带来囊马堆鞋圣地拉萨。等会儿。下一个节目是由嘉荣社区文艺队带来的舞蹈《福瑞圆满》。
得要爱两个人，两个都上正当的哟，吃得要来做么几时做，做么也一女老吃素，放得要来你的大人，放个这心说给他哟，也得要来干就是我。谢谢我们嘉荣社区文艺队带来的福乐圆满。下一个呢，也是由嘉荣社区文艺队带来的堆鞋，叫做下农扎，有请。大一不行，
谢谢嘉柔社区文艺队的蹲写表演。下一个节目是由团结新村社区带来的节目《查琼拉》，有请。我要减肥了。巧克力皇后100块钱2只，我要减肥了。4斤面粉。我要减肥了。你不是一直都在减吗？我
谢谢团结新村社区的节目。下一个节目是由嘉戏新村社区带来的《老阿妈的心声》，这同时也是今天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。你俩有准备了？哪一个？你俩后面不直播了吗？过了，结束了，收工吃饭了。不用。那你不吃我们要吃的吗？那里面还有个东西，你看到这里面还有个东西，不是，他你说的是那个这一下。他俩吃了什么呀？呀，